台市刑警大隊專小組經過長時間修正，在地檢署指揮聯合環保局破門查客，親力敲錘在後壁區一座廢棄物處理場，工場內面違法所收的塑膠混合物堆干那山，嚴重污染水土環境，加上非法聘請外勞清洗處理，進一步轉賣給特定廠商。對2018年開始，累積不法利益高達數千萬。經查，康賢自107年迄今，在未取得主管機關核發之廢棄物處理文件下，收受塑膠混合物等事業廢棄物，堆置在廠房內，另購買 PE 膜造粒機等專業機具，僱用非法陶藝工進行粉碎、造粒等加工作業，轉賣特定廠商牟利，不法暴利達新台幣數千萬元。全案依違反廢棄物清理法及刑法竊占罪等罪嫌，已請台南地檢署偵辦。警方在當場逮捕空乘主嫌甲6名共犯，並查扣嫌犯坐車、大貨車、怪手、山鳥以及一大堆的專業機具，全依照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罪嫌，移送地檢署偵辦。警方嘛呼籲業者應該遵守環保法規，千萬唔通為了利益非法處理廢棄物。台南新聞管子採訪報道。